互人看甲嘴也开开，来看到中秋节要到啊，代表文旦柚仔嘛伫要大出。宜兰县上界大柚仔的产地，就是伫咧东山乡中山社区。为了祈求新明岛保庇会当大丰收，特别伫现场采6000粒的柚仔，做一个矩的形。上趣味的是开放予游客来拔杯，若是拔到上杯，就送你2粒柚仔。另外在地种的柚仔，佮嵌一片白丝仔，外形看起来亲像新娘网仔衫，水佮特别。请先投沙。大家徛踮一片真青翠柚仔园，将嵌伫咧柚仔的白丝掀起来，柚仔敢若是新娘准备要来出嫁。来到出产柚仔的宜兰东山乡中山村，将柚仔的头丝掀起来，代表柚仔已经熟了，会当慢来吃。网子来覆盖方式来栽种，除了可以减少病虫害之外，我们可以减少农民的农作的一个工作成本。一粒一粒挽落来，又搁把水又搁水的柚仔，即卖游客嘛有机会会当来吃到。一只用6000粒柚仔做的菇，为着要祈求神明保庇大丰收，种柚仔的人拢来贡献柚仔，搁开放予游客来拔杯，拔到圣杯就送2粒。哦，圣杯！拔到圣杯笑嗨嗨，毋过就算无拔到，嘛会当摕1粒柚仔做安慰奖，互大家拢等袂赴，要赶紧爬来吃。甜哦，赞。好食哦，好食，甜有糖。柚仔开始大出，虽然宜兰的产季比南部较晚，毋过同款是又搁甜又搁好食。对种柚仔的农民来讲，虽然今年的产量无比旧年，毋过想要食到又搁甜又搁香柚仔，嘛是会当来中山村拔杯试手气，甲柚仔拢总炸转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